家好，我是陆汉熙。今天2020年7月29日，我完成人生第2本经典背诵，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我用了1小时11分，把《大学》《中庸》《论语》共21435个字完整背出，这是困难度的大挑战。录像过程由老师全程监督。 必须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完整背诵才算成功。影片下方说明栏我有贴原文网址，欢迎大家参考。记得订阅6T 的频道，感恩。大家好，我是陆汉熙，我今天要包本学用《论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成其意，欲成其意者，先正其志。知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之，知之而后议成，议成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依世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之者伯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谓之有也。康告曰：克明者太小，曰：故事天之明命。地点曰：克明俊者皆之明也。汤之团名曰：苟日新，日之新，又之新。康告曰：周新明。诗曰：周岁就保体命为亲，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方梯千里，为民所指。诗云：民茫黄鸟之休矣。子曰：予子知其所指，可以人人不如鸟乎？诗云：木木文王，乌兮兮敬子。为人君子于仁，为人臣子于信，为人子之于孝，为人父子于耻，与国人交耻于信。诗云：瞻彼其意，不足以有为君子。如先如周，如周如某，色兮兮兮，后兮兮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先兮。如先如周者，道学也；如周如某者，自修也。色兮先兮者，循吏也；后兮先兮者，威仪也。有匪君子，终不可先兮者，道正德之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呜呼，雄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能，信其心，小人乐其乐，利其利，此以莫之不忘矣。子曰：今宋有人也，必也使吾宋乎？无情者不得进，其此大为民治，此谓之本，此谓之本，此谓治之治也。所谓成其义者，无自欺也。如恶臭，如好色，此之谓之见。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先居而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言难言其不善而助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被感染，则而已矣。此谓成于庄其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知，十手所指。其言呜呼，论德论神兮，广体传，故君子必慎其意。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愤之，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知其所亲来，必言知其所见恶，必言知其所畏亲人，必言知其所爱亲人，必言知其所好恶，必言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皆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而莫知其苗之所，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天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事众也。康告曰：如保次子，先成求之，虽不重不远矣。未有学养者，后嫁者也。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安；一人贪利，一国作乱，其迹如此。此谓一人愤世，一人治国。尧舜率天下以仁，人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人民从之。其所恋反其所好，人民从。是故君子有知己，而后其作用，无知己，而后非作用。常无所不知，能御之人者，谓之有也。故知国在齐其家。诗云：得之夭夭，其真正之子于归，以其家人，以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以兄以弟，以兄以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义不特，正是事国。其曰：父子兄弟之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而老而民心下，上则早而民心地，上去过而民不备。是以君子有先决之道，所恶于上，恶于始下；所恶于下，恶于次上；所恶于前，恶于先后；所恶于后，恶于从前；所恶于右，恶于交于左；所恶于左，恶于交于右。此之谓先决之道。是以乐之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是以皆必然专为其业，后是以明确而争。有国者不可以不善，辟者为天下不以是应之谓上师，可谓上帝。一见一君子不义。道德重者得果，失重则失果。是故君子先生无德，有德只有仁，有仁只有土，有土只有财，有财只有用。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外本内末，这个之所。是故财具得民善，财善得民聚。是故言备而出者，一备而入；或备而入者，一备而出。康告曰：为命不以常，道上得德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为善以为宝。旧范曰：王人无以为宝，人弃以为宝。秦氏曰：若有一特成，断断其以如透气。其心修修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纪，若其有之；人之厌胜，其心好之。不赤裸之其口出，使人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上亦有利哉！人之有纪，貌其以物之；人之厌胜，而为之必不通，使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为人能放流之，秉诸事以不以通周国。
此谓为人为人爱人，能误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献命也。献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怨，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为仆人之性，灾必待人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将其以得之。交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急，用之者失，则财人足矣。仁者以财发生，不仁者以身发财。故有上好人，等下不好义者也；故有好义，其志不忠者也；故有损不财，非其财者也。孟宪子曰：畜马，生不财于精神。发兵之家不畜牛羊，百胜之家不畜聚练之臣。与其有聚练之臣，宁有道成？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无采用者，必之小人也，比而善之。小人之死为国家，灾害必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中庸天命之谓心，这个之谓道，其他之谓教。道者不可虚，理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见生，其者不足，恐虚乎其所不闻。莫邪乎矣，莫险乎矣。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发而知中体。谓之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何也者，天下之大道也。之中何？天地为言，万物曰。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服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志也不明显。子曰：道之不齐，我之至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道之不明，我之至矣。贤者过之，不孝者不及。冷漠不以是也，贤者之谓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子曰：顺其大志也与？顺好问人，好财也。淫恶扬善，直非两端，用其中而明其事以为顺乎？子曰：人皆悦于此，其悦纳之不惑，性体之中，莫知之必也。人皆悦于此，则乎中庸而不能其悦所也。子曰：回之为人也，则乎中庸，得于善，则宣曰：乎因而不知之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居远，绝路可知也。百人可道，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影响。子曰：南方之强也，北方之强也。义而强也，宽容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任，皆可食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争条而不强。强者矫壮烈而不以强者矫不道不变，所以强者矫不道，致死不变，强者矫。子曰：是吾奇怪，后世有诗曰：吾不为自己，君子之道，行半者为废，吾能以君子以无中，正是不见之而不为，为圣者能之。君子之道，非而已，不知以可与之焉，其之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不知不下，非能行焉，其之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人有所罕故，君子与大，天下不能在焉；与小，天下不能破焉。是矣。愿被利天，与月与焉，以及正下察也。君子之道，正当乎乎，其之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厌人，人之为道，而怨人不可以为道。诗云：八科八科，其子不远，子可以八科，逆而视之，有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终是为道不远。是之铁无怨，亦无是软。君子之道，是其为人也。所求子，是故为人也；所求臣以事君，为人也；所求弟以事兄，为人也；所求朋友，先师之，为人也。用者之信，用者之谨，就是不准，不敢不勉，有一不敢听。你不行，其贵也；民主周周，天也是其外，行不用乎其外。是不各，行不复各。是民见，行不民见。书以礼，行为以礼。是患难，行不患难。君子无过而不自得焉。这双谓不离下，这下谓不言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生不怨，颠兄不由人。故君子居以事命，小人听贤以侥幸。子曰：是尔，是乎君子，是诸真果，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不求亲而避之耳，不求真格避之卑。是曰：居察好合，如厕品，车力必细，何类铁蛋，夜视该乐其怒。子曰：不其顺矣乎？子曰：鬼神之谓者，其善矣乎？知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体悟而不可以知。天下之人，哉民顺我以成祭祀。泱泱乎如在其上，人在其左右。是曰：神之可事不可得，是神可以知不为之险，神之不可以如是。子曰：顺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诸恶天子必有失之焉。真乃想之，子孙保之故他德。必得其乐，必得其乐，必得其言，必得其手。故天之从，必以其才而得于故，在子培之，君者不知。是曰：天之君子，天地等于民，以忍受不于天，保民之治，天下之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无有者，其为文王乎？以王既为父，以王为子，不知之子出之。王者在王，王既。文王之须一龙一儿，天下之不知，天下之显明。诸天子必有失之内，不可想之。子孙保之，王莫受命，真不成物之德。诸在王，王既测天空，以天子之理，是也。德不知乎？德不其事，数了。夫为大夫，子为是；战以大夫，祭祀；夫为是，子为大夫，战以是；祭大夫，祭之丧，德乎大夫。三年之丧，德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见矣也。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孝者，善其人之事，善出人之事者也。春秋期主庙其中期，是张仪敬子子宗庙之礼，所以知道木也。序绝，所以变贵敬。序次，所以变贤也。比从下为上，所以待见矣。燕毛，所以序之也。敬其位，其利，正其乐，敬其所争，爱其所听。是时，是生是亡，如是种，孝之之也。交涉之矣。所以世上地也，宗庙之意，所以事乎其先也。民乎交涉之理，地场之意，之国其如是，之长乎？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不在方正。其人蠢，则其政其；其人妄，则其政其。人道理政，地道理数。不正也者，不如也。不为政在人，其人以身修正矣。道其道于人，仁者仁也。亲亲为大，义者义也。亲亲为大，亲亲之塞，亲亲之等，理者生也。在下谓不惑乎上，民不得志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事修身不可以不知天，知天不可以不知人，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大道，所以行之者生。曰：君臣也，不德也，不富也，不弟也，培养之家有五者。天下之大道也，知人勇。三者，天下之大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不能知之，其行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明巧行之，其成功一也。皆好行兼之，力行兼软，知识兼有勇。知识三者，则之所以修身；之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也。凡闻天下国家而决心。曰：修身也，最先也，其亲也，其纳臣也，其行也，子之名也。赖百公而人为怀之侯也。修身则在于尊贤之不惑，亲亲则不可居不悦，近大臣则不屑。且行臣则事之保礼，重则是民则百姓谦。赖百公则才用主任人则事邦归之，怀诸侯则天下归之。正民政府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展宴虽谦或会者，所以献贤也。尊其位，重其禄，懂其好恶，所以献其亲也。官圣任子，所以献大臣也。忠信忠禄，所以献士也。是国列，所以献百姓也。日行夜事，细领称事，所以献百官。送往迎来，加上来君不能，所以柔远人也。既决事，请备国，自任处有朝廷以此，后往而国来，所以何之国也。凡闻天下国家而决定，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言。肯定者不假，知肯定者不肯行，肯定者不教，但肯定者不从。在下谓不惑乎上，民不得志。以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惑乎上，以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也。顺乎亲有道，反诸生不成；不顺乎亲，成之有道，不与乎战，不成乎真也。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成者不明，终不修，则众之道生也。成之者则上不止之者也。博学之，什么之？胜之之，明辨之，笃行之，有无学之，无能无错也。有无问过之，无知无错也。有无知之，无能无错也。有无辩之，无能无错也。有不行行之，无土无错也。人以人之体百之，人之之体天之可之道矣。虽必敏，虽而必强，知成命，谓之进，知成，谓之教，知之明矣。明者生义，为天下自成，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占天地之化育；可以占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其次之虚，能有则之性，行则助，助则敏，敏则动，动则变，变则化。为天下自成，为人化。自成之道，可以前之。国家将兴，必有征兆；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信乎是归东市，有吾将归。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自成如成，可以前之。国家将兴，必有征兆；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信乎是归东市，有吾将之。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自成如成。成者自成也，而道之道也。成者物之终始，不成物，是故天也。成之为贵，成者非自成也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其人也，从事也，性之德也。怀念之道也，不止测之也。故知成物，其不以则小。有真者有允，愿者不惑，不惑者高明。不惑所以在物也，高明所以不物也。有体所以成物也，不惑配地，高明配天，有久不将如之者，不见而当，不见而当，不动而变，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其中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心不见是照，照之多，其其无相也。日月星辰，炎王不言。今不第一周，土之多，其其广阔。照而月不正，深海不见光在焉。今不山，一形石之多，其其广大。从正之，则居之，本在天焉。今不水，一层之多，其其不测。源头交融，鱼变生；源头交融，鱼变生，因祸才之焉。诗云：为天之命，呜呼！以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呜呼险。王之的之存，盖曰：吾王之所以为人也，存乎以大灾生的之道。然后发于万物，及彼于天，曰大灾，彼300亿3千代，然后故曰：古至德，制造不灵验，故愿真的现在都学这个大天君啊，高明难道只有蒙古之心，真的全是故真的不叫天不配。不道天足以听，不道天不足以老师曰：今天者100提升体之本。子曰：与好之用，却好之生，是天之始，能够知道人之者，在于其生者也。非天子不义理，不知道不考，天地下天的鬼畜同文，同人最有其为狗鸡的，不敢做礼乐焉。是有其的狗鸡为亦不敢做礼乐焉。绝无周下礼，其不知真也。无学一理有生存焉，无学周礼，今用之无从周。望天下有三中焉，其广阔如山者，世上无争，无争不信，不信民何从？天者是争不争，不争不信，不信民何从？不偏之道，不知生之之属理，不知生而不灭，天知天地而不变，知本身而无。本是以是生而不惑，知本身而无以知天也。本是以是生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天子动而是为天下道，天下是为天下法。原是为天下者，愿之，只有望听之，则不厌之。曰：在彼物，在此物，是必之业，也有遭遇。君子未有不立此而遭有欲于天下者也。正立此最好，是以天中文武，三千天时，七十水土，不流天地之五不实在，五不道。譬如是辞之受己，如日月之大明，光明而不相害，将平而不相悖，得双得而真化，是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为天下之圣，为人称名论之，足以有灵也；宽于温柔，足以有容也；八强刚毅，足以有直也；在壮中正，足以有敬也；无逆逆常，足以有别也。普伯曰：田而时出之。普伯如天曰：田如曰：信人名莫不信，言人名莫不信，行人名莫不悦。是以声名扬于中国，一蛮莫这个者之人，一者通天之宠物，今之所争之曰：者得双入，所最凡其之者，莫不争之曰：非天。为天下至诚，为能尽其心能尽人天下之大心。为天下至诚，为能尽人天下之大心。地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于不一样，所以知其远渊，其言他，其言口不故，说正之大天，者者其心。
诗曰：一上穷，无其文之处也。故见之道，安然日长，犬之道，地然日往。犬之道，当然不厌。可能问了理见之见，怎么知之？只为之前推路得矣。诗语其实无疑，一孔之招，故君子内省不咎。无与自见之所不可及者，其人之所不见乎？诗语将在耳思上，不可以勿漏。故君子不动而见，必然而信。诗曰：这个无眼之病有真是故君子不长而明劝不怒而明谓夫曰。诗曰：不权为者，非不其行，知是君子鲁公而天下平。诗云：于和明者不在生一个子曰：生色之以化名莫也。诗曰：得鲁莽马与三之在吾上其之矣。论语学第一子曰：学其之不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之不亦不亦喜。诗云：于怀明者来。诗云：于和明者不在生一个子曰：生色之以化名莫也。诗曰：得鲁莽马与三之在吾上其之矣。论语学第一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之不亦不亦君子乎？有子曰：学内小体而后犯障者先矣，不好犯障而后作乱者谓之曰也。君子无本，立而道生，立而这其个人之本矣。子曰：小立者先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常不欺乎？子曰：道亲正之国，君子有信其用而爱人之名矣。子曰：弟子入子教之，弟子信不爱众而君乃心有力则学问。子夏曰：贤贤易测，是不能竭其力，是君子之第三。与朋友交言略有信，虽未学，无又之学矣。子曰：君子不正则不爱，信则不固，则当信无又不及者，过之不惮改。曾子曰：慎终追远，明德归后矣。子平谓之光曰：夫子是之邦也，必有其在其之以义之矣。子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德之父，子且见之，不能求之矣。子曰：勿在干之，莫光其心，三年不改，不知道回孝矣。有子曰：礼之用，何为用之道？是谓美。求道而知，有子不行之，而何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听一言，可不也？光听礼言之略，焉不是其心可专？则曰：天子求快，去学好名色，生眼教道，真可报之也。以子光体容展或交流，则可以为路名而动。不好礼则也。官是的，就对周的周末，其实为节是个原之一。告诉往自来者，子曰：不让你之不及之患。不知人也，为政第二。子曰：不正以德，必备前，居其所而众听拱之。子曰：师生百业，必之曰：数也。子曰：道之以真，其之以行。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其之以礼，由此且更。子曰：50有我之学生时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70而顺其时而从天所欲不逾矩。孟懿子问孝，子曰：无为。樊迟御子告子曰：孟说孝于我，我对于无为。樊迟曰：我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伯问孝，子曰：父母为其体之幼者问孝，子曰：敬孝者是不能将之学马，就能有养不敬何以节乎？子夏问孝，子曰：是很难。有司弟子如孝，有给司先生正，真是有孝乎？子曰：后一分终之，不可如与，可以行其事，一足以发回也不与。子曰：所以公以所知，所安人所在，人所在。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为之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贡问君子。子曰：信其七言而后从之。子曰：君子告不必强辩不得，子学无识者往，是不学则殆。子曰：公务异端，是然也已。子曰：有不能知之，不知之谓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之也。子张学甘露。子曰：众学以圣言，其语则寡有，正命学在是其一。知过后言寡有，听过后度在其中矣。公问曰：何则民乎？更是对曰：彼子出之往者民乎？向出之子则不乎？季刚子问平定中以劝民事，子曰：临之以章则敬孝，子则中平善为教，不能得劝。后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出名孝乎？为孝有兄弟，师有曾，师以为政，奚其而为政？子曰：人无信不知其何，在其无礼，权譬如乐其乐，行之在。子中问十几个之也。子曰：因立下礼，说十一个之也；周易因礼，说十一个之也。其无必周者，四个之也。子曰：非其鬼，既之成也，天不可容也。白第三个是为祭司，八以无余体，这个人也是不可能也。增加则勇者。子曰：靠必光天子，默默其许，增加之堂。子曰：人人不忍，如礼何？人不忍，如乐何？人方问礼之本。子曰：道在问礼，其舍也明简。上与其一言灵犀。子曰：一己之有天赋，诸下之无也。既是履太深，不能有曰：不能就与？对曰：不能。子曰：吾乎真谓太深，不如临放乎？子曰：君子无所争，必色乎？一样生肖，应其正与君子。子告问曰：巧笑先兮，美目汉其水以为天其有谓也。子曰：会说出曰：礼乐乎？贼其者商也，是可言是矣。子曰：下礼无能言之，其不知真也。因礼无能言之，圣不知真，吾皆不知故也。出则不能争之矣。子曰：地之既冠，王者无不亦冠之矣。或帝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是以天下。其如是诸事乎？子其然。居在，其成之在。子曰：吾不欲其如其母之表不也。与其妹要，你妹要何谓也？子曰：不然。后在天不所导也。子曰：周天也，恶在欲问，在无从中。子路太庙，每次问或曰：夫周人之子之礼乎？路太庙，每次问子之曰：是礼也。
职业社不主题，规定不同，科不知道也只供应区不做自己养，职业事业，我爱西养，我爱西力，职业士兵体留以为产业。第公会建成，只是给你车，公司对约成以理，城市给你装贼冠俱乐部，还要补偿。爱公司这里才我对不对？约相信聪因人义，国专利毕业主义战力，职业城市不说，此事不见。此处这是这部电梯我们就。职业管仲最技巧在后约管仲体，红约管事有三规，官事不设宴贼简单，对管仲自己不会帮业是政府管事一是政府，帮听为两军之后，有反监管是有反监管是自己不是。至于主在是约需求这些事，最6月中之处6月6月16月已成，一般的体经约建之自己事业，无为什么的建严重者，限之6月2、3日和换项目，天建之大求一。天将以不准公者，只少天美一个天才，不会5天美一个天才，这个天才不快为领经济3不会5会1万之3。第4子曰：理容为美，主人因者是，子曰不仁者不可久处，曰不可相处。乐人者安人，智者利人。子曰文人好人，人恶人。子曰狗之人隐不恶也。子曰富贵是人之所欲也，不其道德之不出也，不以见色之所欲也，不其道德之不去也。君子气然物生命，君子不重视之间为人，肇事必事，兼备必事。子曰我以好者无能者，好者无以上之物人者，可人以不耻，不得子盖乎其生于人，以自用其力与人以乎？我为见利不足者，盖之以我为见也。子曰：人过也，过其养，观过失之人矣。子曰：这么道其此可以。子曰：是之道，而者业，是者为主也。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敌也，无莫也，义之于必。子曰：君子怀己小，怀己君子怀其小怀惠。子曰：反列许多曰：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也？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子曰：不患无患虽利，不患莫体之非可知也。子曰：生乎吾道义，观之真。子曰：伪子出门问曰：何问也？曾子曰：不知道，从出而已。子曰：君子喻义，小喻利。子曰：见贤思齐焉，君不贤，内知其言。子曰：师父积见，见之不传，见之不为劳，不厌。子曰：父在不言，有尧必尧方。子曰：3年不改，不知道何为孝也。子曰：父母之言，不可不知也。义者义其，义者义其。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是刚之不大也。子曰：以曰失之者先矣。子曰：君子欲人也，能以亲。子曰：德不过必有礼。子曰：是其重是路以培养出师出矣。公也从第5，子谓公也从其也，虽在雷泄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期之子为南农，报道不废，报道民于行路。以其兄之子季之子为子敬，君子哉若等如君子者，虽其之子公命曰是也何？子曰：鲁其也，曰何其也？曰无言，或曰用也。人的不命。子曰：应用令，欲人以苟其。正欲人不知其言，应用令。子其要该是对曰：无师之谓人性。子曰：动行成夫于海，从者皆有以子路闻之喜。子曰：有也，好也。或我无所取材。孟我国问子路人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有也。天正之国，可知其路也，不知其人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天之义，本之家，不知为之，早也，不知其人也，是也，何如？子曰：是也。是在利欲出，可是离可也，不知其人也。子谓子贡曰：履何也？属于对曰：是也。何往问何也？文义之始，是也。文义之二。子曰：吾如也，吾以如如也。在众品。子曰：雄不可骄也，愤之强不可无也。欲与何出？子曰：属于人也。听其人性其性，性与人也。知其人贯其性，欲与改是。子曰：吾谓刚说，或者曰生长。子曰：成也。曰：人刚子光，我不欲人之家之为也，无以吾家之为。子曰：是也，非所希也。子贡曰：不知之文章，则文也；不知之言信与天道，则文也。子略有文，谓之能以为孔六文。子曰：令吾子暴躁，则之暴躁。子路有闻，谓之文。子贡曰：孔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免了好学，不加问之以谓之文也。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是焉其行其业，公其上也，进加民也，惠其之民也。子曰：业不重善，与人交求信之。子曰：从中必塞，生其早熟，如其志也。子东曰：利益子，之为利。吾其策善之，吾策却利之，这必告先帝。何如？子曰：忠矣。曰：人乎？曰：谓之焉。则人崔子是其君从子。有马时，生妾为之子。他邦则曰：犹待崔子也。为之子一邦则又曰：犹待乎崔子也。为之何如？子曰：亲矣。曰：人乎？曰：谓之子人。其子生死后，子曰：在之可矣。子曰：令吾子暴躁，则之暴躁，则与之可及也，其不可及也。子在臣曰：国矣，国矣。吾等之下之狂也，彼然则当不知所成之。子曰：国以出其不利，恶也。之后其子谓：吾之高处，何其焉？其之必而与之。子曰：巧令正居公者，君命子之，却子之念能有其了。臣君命子之，却子之言焉。其之次子曰：何个言？子路曰：焉居马，一心有。与朋友共彼此而欢言，曰：欲我发生，我知老子。曰：欲我知之。子曰：老子安之，朋友亲之，长所之。子曰：以乎为天人，一其过人之上者也。子曰：十之一比尔，传于天者，不以天之后也。永远第六，子曰：永远可是南面仲弓，问子上伯子。子曰：可也也。仲弓曰：居心而行俭，以亲密不亦可乎？居心而行俭，吾乃太俭。子曰：子曰：哪爱公己，孰好许？通所有，然后好学。念出。
不迁怒不恶过，不信导命使经也只有为文化学者也。此话是以其男子为亲亲出职业与之母亲一业与之男子与之事物品职业之是题也。陈非榜一星球。吾闻之也，君子传体不贴乎言，是为自宰之术也百次。子曰：吾一与而邻底相打乎？子谓仲弓曰：羚牛之子心铁也，虽吾养三川之舍之。子曰：回也，其心3月不为冷，其余则日月之焉而已。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仲由可使从政也？子曰：有一伯于从政乎？有曰：是也，可使从政也。语曰：是也，达于从政乎而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曰：求而易于从政乎而有。既是时，民之天为必哉！民之天曰：上谓我时，曰：若有不我者，则必在问上也。伯牛有其不知之有成其手曰：王之逆乎？是令也，恶失其也。是令也，恶失其也。子曰：其在回也。一旦是一篇，家的将人不可体，又回不可体了。现在回也。冉求曰：非不愿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之道而废天的话。子谓子下曰：如为君子，如为小鲁。子有为神在。子曰：鲁得人焉能乎？曰：从在命运，从必而先非，更是为常之远之事矣。子曰：子曰：孟子反不发论见，跟入门之骂曰：非敢后也，马不敬也。子曰：不有诸侯之令，而有身高之美，然后免于今之事矣。子曰：谁人出必有乎？文墨有师道也。子曰：子仲则有文正之则，此文之彬彬，然后君子。子曰：人之圣也，子文之圣也，其道面。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不乐之者。子曰：这门以上可以上矣，这门以下不可以上矣。樊子问之，子曰：物之以敬可则，悦之何之矣？问人曰：人之先难而后或不仁矣。子曰：智者要谁？仁者要生智者中，人之敬智而乐，人之受。子曰：其辩之于鲁，鲁辩之于道。子曰：乎哉乎哉！哉我问曰：仁者是干之曰：其有仁焉，其德之也。子曰：何为其难也？君子可视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谋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渊之于礼，亦可以不叛也。子见男子之路曰：夫子死之曰：伯子天之天。子曰：中。子曰：子有女所求，子光如有不是。而人其中而辱，可谓人乎？子曰：何时人不也？是谓尧舜桀而不之。古人者其欲而立人，其欲达人。人尽其必为人之光也已。是我弟媳。子曰：是我不作，是后补帖礼于我老孔。子曰：莫之之学不厌，我的不见何有于我哉？子曰：德之不学，习之不强，因不能习，不在不能改，是忧也。子之言居之如也，夭夭如也。子曰：圣以无衰也，久以无乎？孟篇周公。子曰：至道是据于德，义于仁，有于义。子曰：自行处小以上，无常为焉。子曰：子曰：不愤不喜，不为不发，其义不以善于反，则不也。子曰：上之受人包，子曰：是乎？则不可。子谓颜渊曰：用之者喜，则之常为尔。曰：子鲁。子曰：子行三君子，谁也？子曰：告好皮匠，死而回首不曰：毕业离次，其好谋而成者也。子曰：夫而可求也，是子辩之事，吾亦为之，不可全出所好。子之所胜哉战其子，在其文场，三月不知道，为曰不得为业之次于事也。然而曰不得为不为天乎？子高若无教问之，曰：不以其人也。曰：鲁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人而得人，曰：有怨出，曰：夫子不为也。子曰：犯之事，饮水虚共争之，乐于在其中也。不亦而不学，贵于有邻乎矣。子曰：见不是年，无是一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子所雅言，是孙子以皆雅言也。社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鲁之不曰，不仁也。方公让子乐于望曰：不知老师，将之云耳。子曰：我非圣知之者，好古密求之者也。子不与怪力乱者。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为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人得与，方知其路与何？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隐乎？吾行而不与二三之者，是非之一，是非文性中心。子曰：圣人无不得见之以得见，见之者是可以。子曰：圣人无不得见之以得见，有人者是可以。我唯有虚而为隐，越为善，然后有恒矣。子调不刚，应不实数。子曰：盖有不测，测之者无是也。若人则其善者从之。动见之次也，互相来言。子见门或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为圣人，其进进，与其戒，不保其亡也。子曰：互相安远，在其中来。孔子见门或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为圣人，其进进，与其戒，不保其亡也。子曰：人乎？在为人师，自己成败，勿招自己乎？孔子曰：知己三十岁，一马其有。今子曰：吾闻今之不长，今之以道。你互相难以远在一次。
慢一点。互相来言，同时皆不能后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唯有圣人其气性，以其皆不保其王也。人皆其以尽，以其皆不保其王也。子曰：人有乎哉？为人圣至矣。曾师拜问周公之礼乎？孔子曰：知礼。曾子可以一马蹄。由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一党乎？进取为同心，谓之公子。君子之礼，孰不知礼？吾马蹄告子曰：犬行苟有，过人必知之。子以人各而善，必之反之而后之。子曰：吾莫有人也共君子者，谓之有。子曰：若生有者，其刚，因为之不见，患而不见，则可与允而已。公许而众人弟子不能学也。子疾病，子路行者。子曰：有之。子路对曰：有之。累曰：斗尔与上下行其子曰：秋之蹈久矣。子曰：射之不信，给之故，与其不信也。宁乎？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子闻而立位，不蒙公安。太伯第八。子曰：太伯其可闻之德也。以三以天下，让民有德生焉。子曰：公无礼则老，生而无礼则喜，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消。今之土行者，心于人，却不以真，不偷之之有体。太伯弟子曰：其子其手之，在之听听伦生曰：伦理薄冰，而今有后，我之免红消之。生子有体，不子问之，生子言曰：牛之刚，水君也；而人之刚，水天也。上。君子所归道德三，正貌虽暴发以罪，这是其性矣。知其事曰：彼备，边斗之事，则有事情。曾子曰：以人问于不能，以乐问于寡。有乐无耻，若非半，不教亲者无有，从中是以时矣。曾子曰：可以偷六十之故，可以击百里之民，临大其而不夺也。君子恩义，君子恩也。曾子曰：书可以不往，一人众道也。人为己，人不义，众不耻，后以不远乎？子曰：信于是，立于礼仁悦。子曰：民可耻有之，不可耻之。子曰：好其平淡也，人不能自以称断也。子曰：略周公之才之美，是教其令其不之官也已。子曰：三学不至于，如果不亦得也。子曰：笃信好学，色身道为黄甫路，让包不听天下者，有道者先无道者也，邦有道，并且天之也，邦有道，并且归之也。子曰：不在其右，不谋其政。子曰：师之始官也。子曰：笃信好学，色身道为黄甫路，让包不听天下有道者先无道者也，邦有道，并且天之也，邦有道，并且归之也。子曰：不在其右，不谋其政。子曰：师之始官，居之然，阳乎应者哉？子曰：狂而不止，狂而不厌，空空而不信，无不知之矣。子曰：学如体，犹可识之。子曰：为乎？顺以自有天下而不欲焉。子曰：大哉，有之为天也！为乎？我今为道，为有则之众道乎？民无能民焉。为乎？其有成功而况乎？其有文章，其有成物，人得天下治。王曰：予有乱者死耳。孔子曰：才乃不其然，夫唐之其出为生，有不能厌久人而与他们天下有其业，以不知应周之者，其可谓之德也已。子曰：与吾见难矣，非子而知孝不可成。恶亦而自美乎乎也，非公司而见利乎过去，与吾见难矣。子产地有子产言利，命与人。答象长曰：大哉，孔子不学无所成名，子不知贵文帝。子曰：吾何止子亦不子，舍吾子矣。子曰：马冕礼也，先言纯洁。吾从中备先礼以敬拜，吾从在也，是为中吾从见，子可是无义，无必无故无我。子谓于公曰：王悌问，吾不在，知乎？天之将上是文也，夫子而不得欲是文也。君之谓说是文也，况能其如？于何太宰？不亦子贡曰：夫子胜者，于何其多文也？子贡曰：故天上之将胜，又多人也。如之曰：太宰之我，乎吾少也。见乎中的鄙视，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劳曰：子盈之故矣。子曰：吾也真哉，吾知也。有彼乎？因我空空如也，我破其养，端而竭焉。子曰：过乃不知，何不出如矣？夫子渊之车者，民以长者与读者见之。虽少必周国之必去，颜渊喟然。叹曰：远之民以高，正之民以先争之，在前乎焉？在后。不止群群，然善诱人，博以文业为以礼，欲罢不能，其学不才，流有水之后，虽从之，莫有也已。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并见曰：可哉，由之行在也。无成而为有成，无则其其焉乎？且欲其使以臣之守也，吾宁使于二生子之守乎？且于众不得大当，于此道路乎？子贡有美，欲施一夺，成出心，他跳乎？子曰：不知哉，不知哉，我待者也。子欲居酒，以荟肉乳之何？子曰：令居之，何乐之有？子曰：吾之谓凡鲁，然后乐正。没有上分的其所。子曰：出者是公，听者是公将，上之不敢不免，不为久分而有于我哉？子在身上曰：是则如之乎？不周也。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则也之。子曰：这种其修者，自于教。子你要不要从子在身上曰？子在身上曰：是则如之乎？不周也。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则也。子曰：譬如为生，为谁？更子不知也。譬如平地出，不以为君王也。子曰：欲罪无斗者，其为也。子谓言曰：其物见其心，也未见其志也。子曰：苗不秀者有耳，不秀不耻者有耳。子曰：后生可问焉知来者，自不敬也。40、50而闻焉，是不足谓也。
子曰：法与之言中，总物给诸为各性之言中，乐乎之为各乐不异从不改，莫如之何也已。子曰：主张性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曰：法与之言，那个谁？子曰：法与之言中，总物给诸为各性之言中，乐乎之为各乐不异从不改，莫如之何也已。子曰：主张性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子曰：三居可得帅也，比如不可得志也。子曰：衣敝欲跑，欲火者力而不知者，其何也与？不知不求，何用不彰？子路众生众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彰？子曰：岁寒，然后知生活之后。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言者不惧。子曰：可以共学，贵可以知道，可以知道，未可以立，可以立，未可以远。常地之花，并其反而其不尔思，次之远而。子曰：未知是也，故而远之有。乡党第十，孔子乡党亲行如也，自不能言者，其在中庙朝廷不变，不亲的超下在不也，侃侃如也，云山在也，盈盈如也，今在世如也，云雨如也，今到使并受不如也，子给如也，一手一力手手，一前到称如也，其一如也，并在必有命也，并不过。如光满，其光如也，不容，力不照门，其不离于过，受不如也，子给如也，其言之者者，舌之生长，其光如也。一如也，不记出者出家一等成色一如也，莫其是一如，不其二是几如。如光满，其光如也，不容，力不照，其不离于过，问受不如也，子给如也。其言之不足者，舌之生长，其光如也，不记之不其者，出家一等成色一如也，莫其是一如也，不其二是几如也。实亏其光如也，如不生上如一下的受不如战，这则是说略，强力王色师弟如也。今子不以干周时，孔子不以而谢为大师徒之气必表，师之之高求师泥球黄有犬，谢球场的妹必有请一场一六半，回之后以区区张手不配非场比赛时。高学玄关不一样，其月必朝我朝灾必有名，弥补灾必练死，必先者，死不厌，天空不厌，气势有爱，以内有肉败。不死，生而不死，休而不死，世而不死，不死不死，高战不死，不得其间不死，肉虽多不死，胜之其为有量不体量，枯者是不死，不测将死，不得死，其以刚不是肉，其肉不吃三日。出三日不食，自以食不语，其不言。虽出四菜，跟瓜，既必哉如也。其不正不作，相当以脚上者出四出以相当者不立作皆。问了于他方，再拜而受之。汤子亏要拜而受之，曰：休回答不敢朝。旧本子在朝，曰：上乎不问马。今世子必见其先朝之，今世天必走天之。今世生必须知，事死于君，君必先外体。今世之中，臣家所不多，臣君必照我之见行矣。若太庙有其我朋友此物，则归曰：欲我并朋友之鬼，虽驱马，非其肉不败。岂不知驱不拢，见之虽者，虽起来必变；基本则毒者，虽起来必亡。胸脯者是之，是不完者。有症状必变，则训雷风也必变。身躯必争离之，虽躯身不雷补，不其眼不亲子，色失举以小后，体曰善之之，直哉直哉，直我之身可作。先见第11子曰：先见于礼乐也，人也；后见于体曰，君子也，不用之从前体，直接从我于身，在者皆不提门也。则信言曰：明之前，两伯流宋公。名誉贼我子贡，真是然有其如皆只有此下。子曰：回也，非去我者也。如也，无所不悦。子曰：孝长命之天，人不见，以其目不地之也。然后300个孔子以其兄弟子踢之。季康子问弟孰为好学？孔子曰：有言我者好学，不信老命时，见者无言曰此。言入天野之气，为之国。子曰：才不才，亦各其志也。礼也，死有光而无苟，无可惜，为之国。因说当之后不可同心。颜渊始，子曰：一天上，天上。颜渊始，不知上，正者曰：子通矣。曰：有通，非弗人之不通，我谁谓？颜渊始，门人欲后杖之，子曰：不可。门人后杖之，子曰：回也，是由父也，于不得是由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既论是鬼。臣子曰：为是人，焉能是鬼？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名子四车，盈盈如也，子路浩浩如也，然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有也，不得其死然。鲁人为仓库，名子听曰：任旧患，如之何？必改之。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终。子曰：由之色，其为丘之门，门人不进子路。子曰：有是谈，不如是也。子贡问：是以上也出现？子曰：是以过上也不及。曰：然之是与？子曰：过犹不及。其次不以周公而却不知其量而不知。子曰：必有诸也，全是民国，公之可以才与善入之必有厌。子曰：回也，其出乎履空。是不聪明人，或者一者履中是中上之道。子曰：不见机，不是子，亦不入于事。子曰：论主事以君者，乎色中者乎？子路问文士行诸。子曰：与不相在。如之何其文士行之？然有问文士行诸。子曰：文士行之，公西华曰：有也，不文士行诸。子曰：有不相在。却有问文士行诸。子曰：文士行之，是以后港问。子曰：丘故行之，有也，天人故推之。
子谓匡。言渊后子曰：“吾以为是。”曰：“子当何以干涉？”弟子当问：“状由来可不大成语。”子曰：“吾以为义之问，真有求之问，只为大成者。以当是君不可则止。今有求也，可谓具成。”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是不与君亦不从也。”子路师子高而比宰。子曰：“贼不仁之子。”子路曰：“有名人焉，有色其言，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乎明者。”子路征西，然有公西华使者。子曰：“以吾一是长乎而无比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获之耳，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先生之国，色乎大国之间，家之以私女，因之以己庭，有以为之。彼其3年，何使？有勇其之邦也，不知臣之求。”何鲁对曰：“方历7十，入60，却为之。彼其3年，可使足以如其礼乐，以是君子。”是尔何鲁对曰：“非渊人之言，学这么样之事，如会同道众母又小象耶？”丁人何鲁古侧西坑了蛇射而作，对曰：“亦乎生子者，子转学何伤亦更以其之也。”曰：“木村者，中母七成，冠者5、6人，从此6、7人，欲乎以空乎与勇而归。父子快他曰：“吾以点矣。”三子者，出征西后，征西曰：“吾三子者之言何鲁？”子曰：“亦更以其之也。”曰：“不者，而臣有矣。”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个臣之为，权则为邦也。安方历7十，入60。何非邦者为次则非邦也。这面会同非诸而二，次也为之草蛇，为之大。”颜渊第12。颜渊问仁。子曰：“克己不礼为仁，亦是克己不礼。天下可怜焉为人，有己而仁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不知不明，是是矣。”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兵，使于人之大计，其耻不欲，勿视于人。再白虎曰：再加有变。”仲弓曰：“庸虽不明，其是是矣。”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仁。曰：其言也仁，此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乃言之得仁乎？”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必有不惧，曰：必有不惧，是谓之君子矣乎？”子曰：“内取不救乎？而用不惧。”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鲁。”子夏曰：“商闻之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私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忘乎兄弟也？”子张问敏。子曰：“近润之政，不测之术，不行焉，可谓明也已。近润之政，不测之术，不行焉，可谓言也已。”子贡问政。子曰：“主使卒必以听之。”子贡曰：“必不得有去。”于是3者而行，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有去。”于是2者而行，曰：“去死。”自古皆有使民如心不利。及子成曰：“君子直而已，何以不问？”子贡曰：“其乎！夫子自称君子也，是其所无由之也，子有无也。虎豹之寇，犹玄阳之寇。哀公闻有若曰：‘宁戚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何车？’曰：‘恶曰不足，如之何其车也？’对曰：‘百姓主，今属不足；百姓不足，今属足。’”子张问从者辩惑。子曰：“主中信其一。”从者曰：“爱之于其身，恶之于其死，己于其身，忧于其死，是谓者不以不义之矣。”齐景公问政以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乎？如此子。”公曰：“善哉！昔日君不君，子不者乎？不子不子，是有出无德始终。”子曰：“骗可以则一者，其有也与？”入孙诺。子曰：“今宋有人也，必也死如宋乎？”子张问政。子曰：“其之于君，其之于中。”子曰：“博学于文，曰之以礼义，可以不犯淫乎？”子曰：“见成之美，不成之贤而反之。”季康子问政以孔子。孔子对曰：“正者正也。子帅以正，是敢不正？”季康子患道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过之之不义，先生之不切。”季康子问政以孔子曰：“儒在吾道矣，皆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不正，焉有杀子欲善人不善也？近之道，风险之德，草上之风必也。”子张问：“是何如？是可谓之达也。”子曰：“何哉？有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有，在家必有。”子曰：“是为也，非达也。夫达也者，实则好义察言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也者，是其人性为，就是不与。在邦必有，在家必有。”樊迟从游于鲁夷之下，曰：“敢问从者，修特辩惑。”子曰：“善哉问！先之后的非同德与？攻其二，吾攻之二，非特与？正之论攻其正与？皆非惑与？”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之。”子曰：“知人。”樊迟谓答。子曰：“曲直出诸王，人子王子。”子樊迟退见子，下曰：“相也。”不见乎者问之。子曰：“曲直出诸王，人子王子。”子何谓也？
子夏曰：夫则言，夫是有天下贤众举高陶，不能者曰：以靠天下贤众举义，不能者曰。子贡也，子曰：中国有圣道，是不可得。子路言之，子曰：君子以我会而曰乎？你不用快，你念清楚就好。子路第13。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挺义曰：五卷，周公为祭祀者。问政，子曰：先有师，遂小过取贤才。曰：焉知贤才而取之？曰：举而所思，而所不知，能其舍之。子路曰：卫兵待者为政。子将西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司哉！子思欲也，奚其政？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以居所不知，盖非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当，刑罚不当则民有所措所图。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凡之体学家，子曰：无不如老，无不如老，无不如老呢。体学为苦，又不如老苦。凡之初者，小人在凡学，上好礼则莫敢不敬，上好义则莫敢不武，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行。不如智则四方之民全不及，则是焉有下。子曰：宋诗300，受之一则不达。是于四方不能针对，虽多亦悉以为。子曰：其身则不练而行，其身不正虽练不从。子曰：不为之战兄弟也。子谓魏公子敬善居40有。曰：苟何矣？少有。曰：苟完矣。复有曰：苟美矣。子是谓来有卜。子曰：孰哉？然有。曰：既是以幼而家焉。曰：父之。曰：既父以幼而家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其乐而已可也。3年有成。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生产居哉？成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是后人。子曰：苟正其身以愚从众，不为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可。然子推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正。子曰：其事也。如有正，虽不无以，无其有之。令公问焉，能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其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之不义。如这为君之难也，不及无也。能兴邦乎？曰：亦。能上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其也。人之言曰：鱼肉乎为君，为其人莫以为也。上而莫之为也，不亦上乎？鲁不上而莫之为也。不其乎也呢？上邦乎？社公问政，子曰：近则悦，远则来。子夏为举不答。问政，子曰：问政，子曰：吾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社公欲孔子曰：吾当有子。公者其乎郎阳而子生之。孔子曰：吾当知之者亦是不为子矣。子谓不饮，子在其中矣。樊迟问仁，子曰：居处。公子是听以仁忠，是之以礼，不可弃也。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事矣？子曰：心己有此，是四方不见面，何事矣？曰：苟为其次。曰：宗族称孝，言乡党称帝焉。曰：苟为其次。曰：言必信，使必苟，分乃贤哉？亦可为之。曰：听之。从政者何如？子曰：一斗烧之人，何足善也？子曰：不得中行而之利，孔曰：孔子敬其君子而所不为也。子曰：男人有人曰：男人无可不可以作？吾一向不问其者，或成之修。子曰：不争而已。子曰：君子何不同？其然同不同。子贡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曰：君子义是而能也。曰之不以道不悦也，及其成也；弃之小而能事而易也。曰之虽不以道悦也，及其成也，虽非也。子曰：君子泰而不敬，虽然教不泰。子曰：刚毅木马技能。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事？子曰：窃窃私私以如也，可谓是也。朋友窃窃私私，兄弟矣。子曰：上人盖民七年，亦可以其容矣。子曰：以教民在，之谓弃之。看经。宪问第14。宪问时，子曰：棒道国，棒道国。子曰：克伐也，居不行焉，可以为人矣。子曰：可以为难以，仁者不是也。子曰：是而怀惧，不足以为是。子曰：邦有道为为亲，报道为亲也居。子曰：有德者必有义，有仁者必有德，仁者必有义，仁者必有仁。能公过谓孔子曰：一生之后，当周君者其子然，与季公下有天下。夫子不达，能公瓜。南宫瓜重来。谓孔子曰：一生之后，当周君者其子然，与季公下而有天下。夫子不达，能公瓜出。子曰：君子哉若人！上者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以不贵而小人者仁者也。子曰：爱之能老乎？中焉能惠乎？子曰：为命皮争，早上之士卒讨论之，贤之以修饰之，众与职场论责之。或问职臣，子曰：惠人也。吾其曰：彼者彼之，问管仲曰：人也。罗伯士元义300，半生事，共使无厌也。子曰：贫而无厌，难；富而无徭役。子曰：孟公所为赵魏老者，又不可以为臣皆大夫。子路问臣者，
子曰：若张文正之罪，公上之不义，便当子要乃可知一文之义。礼曰：亦可以为成人。以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为受益，绝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子闻公叔文子与公明甲曰：信乎？夫子不言不孝，不学乎？公明甲对曰：以道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意，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其其然乎？子贡曰：有美玉，是运夺长处，求善。子曰：其然其其然乎？没有，你从子问公叔文子。子曰：公明甲曰：信乎？夫子不言不孝，不学乎？公明甲对曰：以道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意，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其其然乎？子曰：张武仲以反学后，与汝之曰：必要君武信矣。子曰：晋武公学不正，其文公正而不学。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少乎？此之管仲不耻。曰：未然乎？子曰：桓公丑而出侯，不以兵居，管仲之利也。如其言，如其言。子贡曰：管仲非人者也。桓公杀公子纠，不能使右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以创天下，民道于今。受其事，为管仲为其必要责任，以其要比乎？比乎之为量也。这亦公主和莫之之也。公叔文子之人，道在与文子同出公主，子曰：可以为不义。子曰：卫灵公子有道也。康曰：如是。昔而不善。孔子曰：仲叔之必克之者之怎么样？我真假之言也，不是奚其上。子曰：其言正者，所谓之言然。臣子是言公。孔子公以而草告也。公曰：臣是给君听了之。公曰：公不善子。孔子曰：以吾臣大不知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公不善子者，知三子高不可。孔子曰：以吾臣大不知后，不敢不告也。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而犯之。子曰：君子上达，小不下达。子曰：古之学子未习，今之学子未人。举国欲死人于孔子。孔子以之作问焉曰：不者何为？对曰：不子欲寡其过而问人也。是者叔子曰：孰此乎？子曰：不在其后，不我其政。曾子曰：君子是不出其位。子曰：君子其言而过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五，能焉，能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问夫子之道也。子贡方人，子曰：是也。其乎在乎？不我则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体之患，其不能也。子曰：不立大，不义，不信，利益偏绝者，是祥乎？为生母谓。孔子曰：秋侯于是，熙熙者，吾乃为令乎？孔子曰：非敢为令也，其故也。子曰：其不生其利，是其得矣。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会报德，以德报怨，以德报德。子曰：莫往之也乎？子贡何为其莫之子也？子曰：不厌，皆不由人。下学上达，诸者其天乎？公伯僚庶子路以继生，子无平伯以告。曰：夫子固有后之以公伯僚，无力有能事诸事朝。子曰：道之将信也，有应也；道之将备也，有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子曰：学者必士，其之必地，其之必色，其之必言。子曰：作者其然矣。子路数子猛，子门曰：奚志。子路曰：志。孔子曰：知之其不可而为之者，以及其信以为。有贺馈而过。孔子之门者曰：有心哉，其信乎？其曰：彼哉，坑坑默默，其之也是有矣。生则立，行则弃。子曰：果哉，莫之难矣。子昭曰：所以高则良，安战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中苦之人皆然？君通百官中第，听以总载3年。子曰：上好礼，则民以食也。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其以敬曰：如是而已乎？曰：修其以安忍曰：如是而已乎？曰：修其以安百姓，修其以安百姓，由胜其由兵之。元朗一世。子曰：有五心体长，不自远扰，不死，是谓者以杖扣其心。缺长从子阳明，父之曰：义者与？子曰：吾见其去，未尽其先之必先，非求义者，欲速成者也。不用快，很清楚就好。看镜头。卫灵公第15。卫灵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主斗之事，则从之以军旅之事，谓之学也。明日遂行，在前节了，终者必莫人信。子路云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不穷，穷之大矣。子曰：是也。如以为助学而知之者与？对曰：然。非曰：非也。予以观之。子曰：有智者者贤矣。子曰：无为而治者，其顺也。我为哉，公子真难命而已。子张问其子曰：言中信，行主君，虽远莫之邦信；言不中信，其不笃信。是则礼行乎哉？利则见彼，参与前也在于则见彼与人也。夫然后行，子张出之身。子曰：子在此，帮我道如此，帮我道如此。君子在行，伯益帮我道则是，帮我道则可劝人怀之。子曰：可以远而不以直言，是人不可以远而为之也。是言之者不知人，亦不知也。子曰：正是人人无求，善以害人，求杀甚成人。子贡为人。子曰：公人采其事，必先利其器，其是邦也。是其大夫之贤者，有其事之人者。颜渊武为邦。子曰：行甲之始，成阴之路，如周之远，业之超。放之生，验明人，治之言，令人在。子曰：龙远虑，变听由。子曰：以如虎，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众其切位者，与之人下位之前而不义也。子曰：公之厚而薄责于软，则怨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巧慧，难以哉！子曰：君子义为子，力行之，信出之，信诚之，见哉！子曰：君子必有能焉，不必能之，不可知也。子曰：君子其貌是有名，不争焉。子曰：君子求之，可良，可诸人。子曰：君子亲而不争，勤而不长。子曰：君子不言，其人不以人废也。子贡问曰：有一人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事乎？其所不欲，勿施于人。子曰：吾之于人。子曰：吾之于人也，是吾。子曰：驴而舍己者，其有者是以是名也。三十之所以知道而行也。子曰：吾有其子之宣也，有马者天人之听我与。子曰：巧言乱德，行不仁则乱大谋。子曰：众恶之必察，众好之必察焉。子曰：人人何道，非道弘忍。子曰：过而不敢，是谓过。子曰：吾从之日不死，众人不行，是无义不学也。子曰：君子谋道，不谋死，根也。雷在其中，学也；路在其中，君子有道，不由。子曰：知其之人不能走之，虽得之，彼失之；知其之人能走之，不庄以立之者，民不信；知其之人守之，庄以立之，众之不以礼，未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子曰：民之于人也，胜于水火。水火无见道而行者，未见道而行者也。子曰：当仁不让。子曰：君子真人不变。子曰：事兼尽其事而后其始。子曰：有教无类。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子曰：此道而已。斯勉见其皆。子曰：皆也，其喜。子曰：喜也，皆作子告。子曰：猛在斯，猛在斯。斯勉出子中问曰：与斯言之道？子曰：来，故向斯之道也。记事第16，记事刚发专语，然有记录见。孔子曰：记事刚有事于专语。孔子曰：求无量是过，不专语，昔者先王以为东方主，请在邦之中，以四岁地之常也，何以发为？还有曰：夫子欲之，我所则皆不欲也。孔子曰：求真理有言曰：成立教列，不能折子，唯不耻今人不服，则将应用比相，皆有言过矣。五世出侠，过欲回，途中是谁之过矣？还有曰：今不专语，故而进以必诸取，后之必也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其夫者曰：与之而必曰子丘也。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患不均，不患民，患不安。那个你从男有曰：今不专以过。男有曰：今不专以故而进以必诸取，后之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其夫者曰：与之而必曰子丘也。文有国有家者，不患寡，患不均，不患民，患不安。盖君无品，德无法，安无心，不如是。故言人不服，则修文德以赖之，既来之，则安之。今有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来也，邦望兮而不能守也，而蒙中概括于邦内，吾恐弟孙之忧不在专语，而在下场之内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争八字；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争八字。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子其不耻，以自大夫出，自其子非臣之狗命，三世信之矣。天下有道，则政在大夫；天下有道，则顺谋矣。孔子曰：入之去公事，无事矣。政大于大夫，是矣。故吾张环之子孙为矣。孔子曰：义者三有，损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义以有偏僻，有三流，有偏利之矣。孔子曰：义者生要，损者生要，要学礼乐，要道人之上，要周行有义，要交乐，要义有，要焉乐孙矣。孔子曰：是君子有三千，言为其志而言谓之造，言其志而不言谓之隐，谓见说言谓之古。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行其未定，戒之在色，其壮也；行其方刚，戒之在斗，其劳也；行其力衰，戒之在德。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侠大人无圣人之言。孔子曰：圣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是也。不能学之，曰知也；不能不学，民之不下也。孔子曰：君子有九十，是之敏，之是聪，是之谓貌，是高远，是中，是之义，是若不是那见得失矣。孔子曰：见善如己，见不善善唐。吾见其人以无其义，以去求其之行矣。达其道无其义，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曰：马前使之，民如得生焉，不以出其右，以守之下，民道以行。称之，臣不以不义之，以其之谓也。陈刚谓伯曰：子亦有一文乎？对曰：谓也。常独立理却过题曰：学之乎？对曰：谓也。不学之乎？言理对学之。
他日又独立的秋波体曰：学礼乎？对曰：位也不学礼，位地特学礼，原是二者成刚退，学无应得生我之母礼，又闻君子自愿其之也，邦曰之体，君称之曰不忍，不忍之称曰小人，邦人称之曰君不忍，称之曰邦人寡小君，一般人称之曰君不忍。不用快，清楚的。看镜头。杨后第10期，杨后一见孔子，孔子不见，客孔子存。孔子10期，王也而往拜之，欲诸楚。谓孔子曰：来与尔言，曰：怀其宝，你其邦可谓人乎？曰：不可。好从事而弃之死，可谓之乎？曰：不可。日月是矣，虽不尔与。孔子曰：诺，吾将是矣。子曰：系将见也，习将远也。子曰：为上之以下也不矣。子之五成，为秦歌之声，不子玩耳。笑曰：客兮焉，用牛刀子由。对曰：昔者。言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事业。子曰：二三者，言之言是也，贤兮之。公三不劳而批判者，子欲往。子路曰：子路不悦，曰：莫之也，何不公三世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为许多，曰：用我者无曰，众召乎？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其乎者，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公宽其民惠。孔子不武，孔子得众，信则仁，任焉敏则有功。惠者足以使人，必奚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有也，闻诸夫子曰：信于其中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必奚中母叛子之问，如之何？子曰：然，如是言也。不曰天乎某，母令不曰白乎？逆也不知，其怀外也哉？焉能系也不死？子曰：有也，如略不能。重来啊！必奚召，你念清楚，慢一点。必奚召子欲往，子路。对啊，子路曰哪一个？子路曰：昔者。言也，闻诸夫子曰：信于其中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必奚以中母叛子之问，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天乎某，母令不曰白乎？逆也不知，其怀外也哉？焉能系也不死？子曰：有也，如闻六人，六必以乎？对曰：谓也。居无异母，好人不好学其必也与？好智不好学其必也大。好心不好学其必也简，好直不好学其必也小，好言不好学其必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必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学？不是事可以，心可以，观可以，行可以曰。而知是不也，知是君周之于鸟之从谓之也。子谓伯曰：汝为周然，昭然矣。吾人而不为周然，昭然，其由正侠辩而立也。子曰：礼云，礼云。欲伯于乎哉？曰：乐云。钟鼓云乎哉？子曰：射立而内人，不就小人，其由春夜之道也。子曰：乡愿得之者也。子曰：道听而独说得之器也。子曰：彼无可以思今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知矣。子曰：古者民有三奇，今有我使之无也。古之考谄，是今之考谄，当古之今也。廉，今之今也。奋力，古之曰：此今之曰诈矣。子曰：小人令政，鲜矣仁。子曰：物子之偶，是谓物正师之乱也。曰：无力穷之，勿邦家者。子曰：于无言之公，子如不言之，孝之者。是曰：子曰：亲而言哉，是其言百乎？三亲而言哉。吾辈欲见孔子，孔子时以其将命求之乎？其色有个辞之谓之哉？吾问三年之上，其久矣。君子3年不为礼仪，立害3年不为乐。曰：必光教古，既莫新古，既争，这之改后，即可矣。子曰：什么道？亦不挺。曰：安乎？曰：安汝，安汝之。夫君子见到之不光，吾曰：不乐，君子不安，不为也。君子安怎么是？则有出子曰：子不能也，子生3年，然后民不你念慢一点啊！重来，你从宰我问3年之上开始。宰我问3年之上，其久矣。君子3年不为礼，礼必害3年不为乐，乐必光。旧古既莫新古，既生专虽改后，即可矣。子曰：时无道，亦不挺于汝，安乎？曰：安汝，安者为之。夫君子之居上，士子不干为乐，汝乐居，此不安，不为也。今汝安者为之？宰我出子曰：与之不能也，子生3年，然后免父母之怀，夫3年之伤，天下之动伤也与也。有3年之爱，以其父母乎？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以哉！不有伯益者乎？为之有先乎矣。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欲而乱，小人有勇而无欲而大。子贡君子亦有乎？子曰：有乎。故圣人之恶者，勿居下流；上上者，勿勇而无力者，勿过刚而次之。曰：是也。亦有恶乎？教以为智者，勿信以为勇者，勿皆以为智者。子曰：为女子以小人为难养也。近之者无信，厌之者怨。子曰：年四十而天无焉，其中也矣。你那个最后一个子曰，不知道。子曰有多个？子曰：为女子以小人。子曰：为女子以小人为难养也。近之者无信，厌之者怨。子曰：年四十而天无焉，其中也矣。
为子第18，为子七十，子为之努，比将皆使康子曰：应有3人焉，略孝或者事善出人也，子谓可以。其余曰：知道的是人，焉往甚至往道的是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其景公待康子曰：若其事则不能。以荆公之间待之曰：吾老也不能用也。康子行。其人馈礼曰：其完子孙之3日不长。康子行。时光歇于各有过。孔子曰：空兮空兮，而得之才望者不可见，来者有可见。已而已而，既之从之子大有。孔子下曰：子也。去而必之，不得已之也。长期贤令有跟孔子过之时，子路问焉。长期曰：夫子以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如孔丘语。曰：是也。曰：是之敬。问以简历。简历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如孔丘之徒以得也然。曰：滔滔者，天下其始也，而谁易之？且而与其从必人之事也。其若从必事之事，在右而不作，子路行以告父子人曰：鸟兽不可同行，无非是人之徒也。谁以天下当修复离也？念慢一点，清楚就好。子路行以告父子人曰：鸟兽不可同行，无非是人之徒也。谁以天下当修复离也？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后吊。子路问曰：子见乎此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之其杖而已。子路拱而立之。子路是杀其为鼠而视之，见其20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允则也是。子路反见之，智者行也。子路曰：不是，吾以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不治而行废之。欲竭其身而乱大人，君子之事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以知之。一民伯夷，叔齐，一仲一益，诸张略，孝卫少陵。子曰：不见其之，不如其身。伯夷、叔齐与卫略，孝卫少陵，不降之恶生也。言仲伦，行仲虑其事而已。谓仲以隐居放，身中偏非仲全，我则亦事无可不可。太师自食其药，半干事除，3万辽士菜，4万皆是秦国。望食入狱而不他，吾与汉少师养其心，相与海。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食其心，不食大臣曰：乎不与？故皆无大故者，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周有84葡萄，卜瓜从主，张无属曰：属下弃者弃瓜。子张第19。子张曰：是天我之运，见者是义，既是天上是爱，岂可疑？子张曰：知德不我，信道不古，焉能为有？焉能为无？子夏之门人物教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则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亦乎无所闻。君以尊贤而隆中，加上以听不容。我之大贤以愚人，我所不容。我之不贤以人干，去有如之而行其人也。子夏曰：是小道必有可观者，言之远广，立是以君子不为也。子夏曰：日之习者，曰：吾忘其者，可谓好奇也。以子夏曰：不习而主之，其人，今之人在其中。子夏曰：百工居士以成其事，君子学以知其道。子夏曰：小人之过而必恶。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也然，其之也问听，其言也利。子夏曰：君子信而后老信，未信则有利己也；信而后见，未信则有谤己也。子夏曰：大德不依从，小德出入可也。小德出入可也。子游为武成长，子游曰：子夏之门的小子张少少言对天者，可以因为本质则不知。子夏之曰：一言或君之道，实言者，所谓天地之长不可以别。君子之道焉可乎也？由是有执者，其为圣人乎？子夏曰：是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游曰：伤之谓而治。子游曰：物有长也，为难，人以难为人。曾子曰：堂堂物长，人以并有人矣。子曰：吾闻之乎？子人未有知之者也，必也其中之。子曰：吾闻之乎？子孟庄子之孝也，其大可能也。其不达也，不知产，不知政，是乃人也。孟氏使人，不为世事，勿以正视。曾子曰：上知其道，民善久矣。如得其行，则爱亲者勿喜。子贡曰：周之不善，不如斯之甚也。是以君子务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之曰之实焉过也。人皆见之，过也，人皆养之。魏公孙曹问子贡曰：仲尼渊学。子贡曰：吾之道，未则以利在也。贤者知其大者，不贤者知其小者。莫必有无能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已，何尝是之有？叔孙武叔遇大夫以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不挺伯以告。子无挺伯以告子贡。子贡曰：必之公强，视之强也，其君窥见是该之好。夫子之阳，出论不得其门而入，比见真妙之美。百官之户，得其门者或寡也。夫子之语，不亦宜乎？叔孙武叔为仲尼。子贡曰：吾以为也。仲尼不可为也。他人之贤者，丘盈也，有可于也。仲尼之曰也。吾得于焉能说之解其而上之曰：夫多见其不知量也。曾子行谓子贡曰：子为公也。仲尼其权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之，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夫子之不可及也，有天之不可及而生也。夫子之的邦家者，所谓利之失利，道之失行，生之失来，动之失其生也，龙之失也，爱如之其可及也。尧曰第20，尧曰至而生天之利之在，公以其中，是乃空前天日永中。舜亦命于越，小子履，赶要玄母，赶昭告皇后帝有之，不敢车，帝臣不必简在地形。冲公有之，无以万方，万方有之，志在正宫，纣大赖善事部，设周兴部，人人百姓有迫在一人，品权量之法，对修卑官释放之正行焉。兴灭国，既绝世，其欲泯天下之女，革新焉者，中美之三批。宽则得众，信则民能焉，敏则有功，功则悦。子张问与孔子曰：何如是可以从政？子曰：尊吾美，彼是可以从政。子张曰：何谓吾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不悦不战，太而不孝，为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一民之所立而利之，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劳之又谁愿欲劳？得以有人贪君子中国，可大乎敢慢。是不亦泰而不骄乎？你重来。子张曰：惠而，何谓惠而？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一民之所立而利之，是不亦惠而不费乎？则可劳，劳之又谁愿欲劳？得以有人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己于官，尊以正事。言然人望，谓之是不亦惠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是恶？子曰：不教，杀无生焉，不戒死者。子贡慢言之，体谓之者，有之于人也，去好之，因谓之有时。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曰：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